农历2月13、10到14，国历3月19到20，礼拜2、礼拜3。开张圣诞是2月15，全球人哦，恭迎天上圣。哦，对，礼拜1啊，今天哦，恭迎了4个地方的妈祖庙的妈祖神像。然后明天、后天要绕境活动，第一天先绕西边、北边、西南边，第二天再绕新营区，还有比较东边。我们看路观，绕境活动路线，都有时间呢，标注时间大概几点到哪里呢？很进步。现在看那个路观表，还有加时间了，很快就知道大概人教尽头了，到哪里？新女王宫庙红地宫。